你冇写出伊阿爸望春风也两条大家要创个好老歌嘅作者，係台灣民謠之父陳以賢，竟然係實實在在嘅客家人啊！做乜嘅一個客家音樂家會寫好老歌出名咯？也都得係樣嘅咯。講到台灣嘅客家音樂，唔過喺呢個時代，仲係要聽眾少、市場少，當然擔起主流嘅問題。係講台灣嘅客家音樂人，冇多上土切波嘅技能，係當然落實嚟啦。喺傳統音樂流行嘅年代，雖然成個七十幾老百姓係客家人自家喜歡好為事嘅必備良品，唔過唱嘅表演客家音樂唔好唱，也係許多老一嘅好老莊去上土切波改裝好老歌嘅做得，甚至就連台灣原料嘅鐵皮好老唱片，佢哋也係客家人。佢聽以前喺啲好老流行歌市場剛開始，唔過客家含地啲那個時節，多唱片公司做事嘅作曲家寫出嚟嘅曲，當然係填好老詞啊。作為戰後客家流行歌曲做咗有市場咧，佢樣時嘅客家音樂家就係英文歌好聽快唱，英文歌好聽快唱。一直到80年代，台灣嘅好老客家新歌，主要都會靠國外數份人嘅流行歌嚟翻唱，唔但將生成本，還保證好聽保證唱。唔過比起好老歌做得到各種娛樂場所，那家是照唱落實，客家音樂但將靠地方天台來傳播，實體演出較少。佢做嘅樣是當有名嘅客家藝人，睇哋都係道上土表演嘅專家。唔過1976年，港天發嘅新規定，天台藝人應該以國語為主，本來就羨慕到嘅客家音樂，強強會冇起嚟啦。再加上60年代以來，前流行嘅其實係西洋音樂，連翻譯歌都沒對數，冇上客語流行歌嘅市場就會冇起嚟啦。一樣時，一首本原文無線製作嘅表演片樂嘅客家歌，啥都會大家嘅人講，哇！一薩斯風片就是古嘅抒情熱烈，很好聽哦。一首歌嘅係西洋流行樂歌手吳勝之嘅模樣，佢係第一首喺台灣樂壇出現廣泛迴響嘅純創作客家流行歌。成熟嘅編曲，好聽嘅旋律，完全係超越時代，潮到出水。韓國唔但唱嘅潮，一激發嚟當到客家音樂人，帶領市民間回歸，開啟嘅創作客家流行歌嘅新時代。好，我告訴你，遲啲話啦講到呀，一下做客家音樂人係樣嘅咯。好消息係，冇聽作愛道上土嘅幾年咯。從佢拿到當到拜金曲獎嘅林先生，對1990年代就開始用客家話創作響度異地嘅音樂，出嚟市場傳播。唔過對於商業角度來講，客家流行歌嘅市場係喺度有限。喺唱片公司本嚟資源較少，一般客家音樂人愛出唱片，當日愛自家開音樂公司，也係有錢俾天數出版。冇啥，上頭年真係愛靠市民咁係，好多方面客家相關嘅機關，老獎項見來見到，創作客家音樂做衰係要付出真係得獎嘅事情啦。小前客家音樂人就會發現，也係要當到中生態、新生態嘅音樂人，當三萬嘅老客家音樂搞出行下度嘅新花樣哦。唔過研究獎項都係愛用語言分類，係嚟用音樂類型來分類，一直純粹討論。唔過不管用嚟本，係嚟希望客家音樂要行下度機會本大家注意。上來要行下度好聽有創意嘅客家歌，賺錢重要。叫下其他係數時間傳台嘅客家音樂啦。客家客棧，哈哈客店，你真來了。